家平安。这个礼拜已经开学了，相信小朋友已经要渐渐的适应学校生活。在我们亲子礼拜开始之前，我们也用祷告来向上帝祈求，让我们未来的每一天，让我们的礼拜能够在主的带领下，一切平安顺利。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看顾台湾这块土地，让我们能够恢复学校的学习生活，也让疫情渐渐的远离我们。谢谢你看顾保守，将平安跟喜乐赏赐给我们。恳求天父，你继续让我们遵守你的话语，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在亲子礼拜的过程中，求你看我们的耳朵，安静我们的心，能够专心聆听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也要透过诗歌来赞美你，这诗歌也常是成为我们喜乐的泉源，让欢喜、快乐、平安充满我们。将以下的礼拜时间交托仰望在主你手中，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罗马书第8章24节，因为咱得救是对五望，若是已经看见的五望，毋是五望，因为所看见的啥物人咧五望伊。豆豆，咱若五望迄个所无看见的，咱就存忍听候。260节，高兴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弱，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祈祷照所应该的，豆豆信心家己用袂讲出的土气替咱求。讲查人的心的，也知信心的意思，因为依照上帝的意思来替信徒求。搁咱知万项事3工来，互听上帝的人得到日子，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雕的。罗马书第8章24节，因为咱得救是对五望，若是已经看见的五望，毋是五望，因为所看见的啥物人咧五望伊。豆豆，咱若五望迄个所无看见的，咱就存忍听候。260节，高兴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弱，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祈祷照所应该的，豆豆信心家己用袂讲出的土气替咱求。讲查人的心的，也知信心的意思，因为依照上帝的意思来替信徒求。搁咱知万项事3工来，互听上帝的人得到日子，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雕的。小朋友，大家早安！让我们一起用舞蹈来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和睦同居，何等的美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生灵，四合一的心。凡事恩慈怜悯相待，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少嫉妒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
凡事恩赐怜悯相待，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上基督恩感，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上基督恩感，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上基督恩感，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他就是爱。各位小朋友，各位家长，大家平安，大家早安。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记载在雅各书4章1到10节。雅各书4章1到10节。你们当中的冲突争吵是哪里来的呢？是从你们当中征战者的欲望来的。你们要抓要取，得不到就杀人。你们嫉妒贪婪，得不到手就争就斗。你们得不到所要的，是因为你们没有向上帝求。你们求仍得不到，是因为你们的动机不好。你们所求的不过是要挥霍享乐罢了。你们这般不忠不诚的人啊，难道不晓得跟世界做朋友就是敌对上帝吗？谁要跟世界做朋友，谁就是上帝的敌人。圣经说，上帝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有强烈的欲望。你们以为这话没有意思吗？然而，上帝所赐的恩典更为丰富。正如经上所说，上帝敌对骄傲的人，赐恩典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顺服上帝，要抵抗魔鬼，魔鬼就会逃避。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伪善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你们要悲伤、哀恸、哭泣，要把欢笑变为哀哭，喜乐变为悲愁。要在主面前谦卑，他就提升你们。很开心今天又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在故事一开始，老师想要问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孟母三迁的成语？相信有人有听过，有人没听过。那这句成语呢，它是有一个由来的。很久以前，孟子在他小的时候住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附近有人在盖坟墓，那孟子看到有人在盖坟墓，又看到有人去坟墓去那边参拜，他就开始学习模仿去参拜的人和盖坟墓的人。他母亲看到他的学习能力这么厉害这么强，就很担心他学坏了，所以呢，他就赶快搬家。搬着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过不久，孟子又开始学习附近人家在杀猪的那一个人，他就开始学习人家杀猪，模仿人家杀猪。他的母亲就这样看，哇，不行，要得赶快搬家。搬着，这次搬到了一个
附近有学堂的家。那个孟子看到有人进入学堂，有官，有读书人，他也开始学习他们怎么样礼仪，走路的姿势，说话的方式。他的母亲一看，这个地方不错，那就这样子定居下来。所以呢，才有孟母三迁这句成语。那这句成语在说什么？他们的母亲担心环境带给孟子有不好的影响。那这个环境对孩子的影响，其实在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因为呢，教会跟教会外面所带来的价值观是极为不同的。外面世界上这个社会上的价值观，可能会想要让我们满足欲望，去做很多不对的事情。如果今天你很想要得到你想要得到的功课、课业的成绩，你可以认真读书，但是你看到你同学在作弊，你是不是也会想着，如果我可以不努力读书就得到这个好成绩，那我是不是可以学他作弊？也有其他情况，如果你看到有人透过欺负别人而感觉到自己的身份地位比较高的时候，你觉得这样子好像很有趣，而且也可以让自己更有自信，你就开始学习别人欺负别人。那这样的过程带给你的影响是好是坏呢？我想大家来教会都有上帝给予的智慧去判断这样的事情是不对的。那在今天的圣经经节当中告诉我们，要去怎么样抵抗魔鬼。抵抗魔鬼的意思是什么呢？魔鬼他是邪恶的他是邪恶的化身。他希望我们去做很多上帝不喜欢我们做的事情，比如说偷窃，比如说说人坏话，比如说不孝顺，比如说说谎，这些行为都是上帝不喜欢的。可是魔鬼呢，恰恰好相反，他想要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希望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被破坏掉。一旦这个关系被破坏掉之后，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就不是上帝的话语，是谁的话？是魔鬼对我们说的。他希望我们去做这样不好的事情，他告诉我们满足这一个感受很舒服、很开心，他很鼓励我们去做。我们做的时候也发现，很开心。很满足哇，好开心哦！可是呢，上帝眼中所看待这件事情是邪恶的，是他不喜欢的。当我们借由满足这些做这些不对的事情，满足我们自己的时候，魔鬼他的诡计就达成了。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做了不对的事情，为了满足自己欲望的时候，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被拉得好远好远。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拉得越远，魔鬼就越喜欢，因为呢，他就得到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就没有办法被拯救。上帝他非常的爱我们，他想要拯救我们，可是魔鬼呢，他要阻止这一切发生。跟大家说另外一个小故事，透过这个小故事，也让我们更加清楚，上帝住在我们心中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有一个男孩，他自己住在一栋非常豪华的房子里面，总共有2层楼，每一层楼呢又5个房间。他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哇，他很开心，很快乐，他的幸福非常的丰富他的生活非常的丰富，有一天，有一个人来敲他的门，叩叩叩，叩叩叩，然后打开门。他打开门，这个人不是耶稣吗？耶稣，你怎么会来这里？耶稣就告诉他，孩子，我可以跟你住在一起吗？哇，这个男孩听到非常的开心，
马上邀请耶稣进到房子里面，住进他这2层楼这个屋子里面最好的房间。哇，好好的招待耶稣，哇，欢迎他进来。很开心的那一天晚上，他睡着了。他睡着的时候，突然间听到，怎么这么晚了，还有人在敲门？叩叩叩，叩叩叩。他睡眼惺忪的走下1楼，慢慢靠近门口，打开门，想说是谁？这么晚了还来找我？一开，完蛋了，发现是魔鬼啊！他急忙要把门关起来的时候，魔鬼就趁这个小门被打开的瞬间溜了进来。哇，这个男主人，这个房子的男主人，这个男主人就很不想要魔鬼进来，很努力的想要把他赶出去。可是魔鬼力气非常大，他花了一整个晚上，终于把魔鬼怎么样赶出房子。哇，那一天他都没有睡觉，非常的疲惫。他跟耶稣讲这件事情，耶稣跟他说：“这确实是一个麻烦的事情。”那个男孩就跟耶稣说：“耶稣，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吗？为什么你不帮助我？”耶稣就跟他说：“孩子，虽然我确实能够把魔鬼赶出去，但是这间房子是你的，并不是我的。你才是这间房子拥有他权利的人啊！我不能够控制，我不能够控制。”男孩一听，确实是这样。于是呢，他就跟耶稣说：“耶稣，不然这样好了，我把房子这1、2层楼的房子加起来总共10间房间，我分你5间。”过了1晚，男孩又睡着了。他又听到，怎么又有人来敲门？他下楼一看，这次的他非常警惕啊，一定是那一个魔鬼。他偷偷的开了一个小门缝，要看是谁，确定是魔鬼。结果真的是魔鬼。这次虽然他只开一个小缝，他想说，哇，我开这个小缝应该很容易就把门关起来，但是魔鬼啊，又用非常大的力气把门给推开了。他又跟魔鬼耗了一整个晚上，终于到了早上，他又终于把魔鬼赶出去了。他非常疲累，已经连续2天没有睡好。他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说：“耶稣，昨天魔鬼又来打扰我睡觉，又来破坏我的美好生活，怎么办？我不是都已经把半个房间给你了吗？你不是用我的房间拥有权的一半了吗？为什么你不帮我？”耶稣跟他说：“确实，我拥有你一半的房间，但是这间房间，这个房子的拥有、控制他整个权利的还是你。”这个男孩心想：确实，要不然，耶稣，如果你这么爱我，又为我着想的话，我想你一定不会骗我，也不会害我。我把我整栋房子都给你，可是我希望你可以帮助我保护我。耶稣点了点头。当天晚上，男孩在睡觉的时候，叩叩叩，叩叩叩。男孩非常的害怕，也非常的疲惫，因为他知道这一次魔鬼再进来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力气把魔鬼赶出去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脚步声，是耶稣的脚步声。耶稣平静的走向门口，把门全部打开。魔鬼心想：哇，这个人终于放弃挣扎了吗？一看，什么？是耶稣？他马上跟耶稣道歉，说他打扰错人了，对不起，我敲错门了。原来这里是耶稣在住的地方啊，他就跑掉。从那之后，魔鬼就再也没有来找过这个男孩。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些什么？他要告诉我们，我们可能会受到这个学校
受到同学、受到人与人之间不好的相互影响。在这个不好的相互影响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去抵抗？我们要靠着上帝的话语。但是我们只知道上帝说过什么，不代表他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足够的亲近他，将他所说的事情烙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将他所教我们的事情在生活中去做出来。也许你在不好的行为上面，没关系，随时能够改变这个不好的行为。亲近上帝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吗？并不是。亲近上帝的方法有以下几种。第一，你可以看圣经。每天你可能只需要花10分钟的时间来聆听、来看上帝的话。你可以用读的把它念出来，你也可以用看的在脑中想。第二，每天祷告，不只是在吃饭的时候祷告，不只是在睡觉前祷告，你也可以每天花5分钟的时间来跟上帝说你今天发生了什么，希望他可以帮助你什么，求他为你安排一个美好的旅程。有困难你可以向他祈祷，有开心的事情你可以向他分享。第三件事情是常常去教会，与教会里面的人彼此分享那一份爱。这一份爱呢，不是一个为了满足自己欲望的爱，而是愿意让别人快乐开心付出的爱。在这样的行为当中，我们就亲近了耶稣。耶稣呢，他就住在我们心里了。他住在我们心里的地方越多，他能够保护我们的范围也越大。所以呢，我们应当顺服上帝，用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教导抵挡魔鬼。魔鬼呢，看见了就逃走了，我们就不再受魔鬼的影响，而能够活出有信仰、有规范、有爱、正义的生命。愿上帝的话带领每一位孩子们，也帮助我们能够在学校、在主日学当中有更多的收获，帮助我们生命成长。让我们一起来读本周金句。你们要顺服上帝，要抵抗魔鬼，魔鬼就会逃避。雅各书4章7节。让我们一起来读本周金句。你们要顺服上帝，要抵抗魔鬼，魔鬼就会逃避。雅各书4章7节。恁着顺服上帝，反抗魔鬼，魔鬼就会逃走，离开恁。雅各书4章7节。恁着顺服上帝，反抗魔鬼，魔鬼就会逃走，离开恁。雅各书4章7节。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感谢你，谢谢你如此爱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你爱我们，让我们去行出好的行为。你爱我们，不管我们在做错的时候，在我们觉得自己是不对的人的时候，你愿意原谅我们，甚至你爱我们，将你的爱子耶稣放在我们当中，为了我们的罪而牺牲了自己。谢谢你那么爱我们，也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不受外在的影响，不受别人价值观的影响和控制。虽然一时的这样子，一时兴起的做这些事情，可能我们会很开心、很快乐，但主要我们知道，这是你不喜悦我们去做的事情，这是你不喜欢我们去说的事情。在这样的言行当中，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有力量去抵挡魔鬼的诡计，
让我们不会遇见试探的时候就落了试探，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得胜，成为一个见证你福音的人。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全然交托，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万里天也飞，万列渺小，列高领导，列记一家，一个星球一体里，万里星，今日予我，下面我的功夫，亲像我呀，下面功夫我啦，无去吵安尼一切，求救我看伊会歹的，伊会讲，万年人工都是伊所有，代代无尽，阿们。大家平安。9月份依旧维持线上亲子礼拜，欢迎大家礼拜天早上一同在线上来敬拜上帝。恭喜小朋友们都已经顺利升了1个年级。这个礼拜开始，我们每周日早上9点半的 Google Meet 分组时间，要邀请小朋友进入到你们新年级的分组 Meet， 来与同学们一同聊聊分享哦。本周读经范围：雅各书4章1到10节，雅各书4章1到10节。疫情期间，我们持续透过网络一起在线上敬拜上帝，邀请家长在东门喜洋洋的赖群组里面为孩子参加线上礼拜留下照片记录哦。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父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去判断在我们生活中该做该说什么，帮助我们有那从你而来的智慧去抵挡魔鬼的诡计。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的丰盛，让我们能够带出影响，好的影响。我们将以下分组的时间全然交托，也在今天主日学的课程当中有好的学习这件事情上面全然交托。求主带领，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